今日我哋唔講執雞樓盤，我哋講封盤。不過呢個盤叫富三代鍾培生。大家好，又係細佬我鍾子仁。3月4號晚，呢條友仔睇漫畫睇上腦，佢喺自己間大宅入邊佈置成動漫《進擊的巨人》嘅場景，現場仲玩埋大伴奏添，管弦樂團嗰隻啊！喂，最誇張係咩？就係鍾培生堅持唔用替身，苦練2個月，用威也吊到自己老年咁高，30米高空埃文式落地，向25歲嘅民建聯小花莊雅婷求婚。呢場求婚呢，有人話係浪漫，有人話係搏出位，但喺我鍾子仁就咁睇，呢場絕對係階級同財富嘅表達。你可能會笑男嘅有中二病，女嘅有公主病。喂，但你要明白，有錢就係任性噶啦。不過佢而家可以咁不羈，就要多得一位已經過身嘅阿嫲秦蘭鳳。如果冇咗呢位勁抽嘅嫲嫲，當年喺法庭上嘅血戰，鍾培生今日可能連條威也都唔知可以掛喺邊。詩人尼采講過，受苦嘅人係冇悲觀嘅權利，而鍾培生呢類有錢人就冇低調嘅權利嘅。喺莊雅婷之前，鍾培生有超過10位以上嘅緋聞女友，個個女神級㗎。蔣嘉敏、陳婉嫻、葉倩文，喂，唔係林子祥老婆啊！不過我諗最轟動嗰位一定係袁嘉敏啦。袁嘉敏喺22年曾經公開炮轟鍾家父子係人渣，佢親口話住喺鍾家大宅1年，鍾家父子有好多古怪要求喎。喂，聽落呢句嘢好有畫面喎。當時鍾培生嘅回應係好有生意佬 feel 添，唔認包養，但就承認有幫過金錢咁話。呢啲叫咩？呢啲就係富豪嘅試錯成本啊！以前玩得幾開心幾不羈，都係只不過係鍾氏大宅嘅壓力測試嚟。直到遇到呢位北大商學位西貢區嘅議員莊雅婷，鍾培生終於決定封盤啦。眼利嘅網民見莊雅婷着鬆身衫出席活動，而鍾培生又成日將結婚一定要生仔呢句說話掛喺口邊，大家都估梗係奉子成婚啦。但呢份唔休息、唔休住嘅底氣，到底係邊度嚟嘅呢？我哋要查找一下鍾氏家族嘅家世先。鍾培生太公鍾奕莊，20年代已經喺新加坡發跡做珠寶生意，仲要富甲一方嗰隻。當時嘅富豪，老婆多就基本啦。太公有3個老婆：林佩、林建、林儀，號稱蘭姊妹。戰後，太公安排鍾培生阿爺鍾江海嚟香港揾食。鍾江海唔單止係攻下大王咁簡單，仲同霍英東、何鴻燊一齊發展尖沙咀星光行添。鍾江海受住祖訓，一樣有2房老婆，原配老婆叫林美，2房老婆就係秦蘭鳳，即係鍾培生嘅阿嫲。喺舊式豪門，2房嘅地位係卑微嘅，但秦蘭鳳就有佢嘅個人生存之道，名分係死嘅，財技係生嘅。今日鍾培生吊威亞嘅南灣道白色5層高大宅，係阿爺鍾江海喺1965年買地皮起嘅，原本係與2房人聚族而居嘅。但1982年嘅中英談判，地產市道大跌，鍾氏家族一度陷入財困。鍾家為咗保住大宅唔被銀行收走，鍾江海下咗一個決定，佢將大宅業權轉到2房秦蘭鳳同佢嗰幾個仔，包括鍾培生老豆鍾仁偉嘅公司名下。呢個決定原本係為咗保住資產，點知就埋低咗日後長房被逐嘅伏筆。當你以為你喺度保護緊家庭嘅時候，但原來係喺度重新分配緊權力。鍾培生今日仲可以喺大宅內打擂台、拍培生片，都係多得嫲嫲秦蘭鳳當年用法律掃得個場乾乾淨淨。點解咁講？喺1999年，鍾江海過身前1年，大宅裏面2房人早就日嘈夜嘈，而2房阿嫲秦蘭鳳就先發動攻勢，向長房大女，即係鍾培生嘅姑媽鍾寶珠發出律師信，要求佢哋1個月內成房搬走，仲要賠償多年嚟霸住大屋嘅租金。喂，細契講大契一家走啊，仲唔係溏心風暴？呢
呢單官司一打就5、6年，法庭上仲揭露咗好多八卦文件。長房姑媽鍾寶珠就話自己係家族成員，絕對有權住。不過細契就揭發，鍾寶珠98年支咗家族公司股息成5300萬，月薪每月攞16萬，極度有米，根本唔需要寄居喺鍾家大宅。呢啲嘢正所謂一家唔知一家事。最後呢，法庭係判二房勝訴。嫲嫲秦蘭鳳唔單止贏咗官司，仲徹底清咗長房個場。直至2007年，鍾培生老豆鍾仁偉就以近2.3億統一晒全屋業權，咁培生咪可以任性咁打機喺個擂台打拳咯。而今日呢間屋市值就起碼過20億噶。喺香港，只要你有錢，邊一房都可以變身慈母名媛。你睇何家就知啦。秦蘭鳳唔止識玩法律，仲識運用錢嚟肯定自己嘅地位添。例如喺香港大學成立秦立鳳基金教授席，支持肝膽胰外科研究。連局長盧寵茂亦受惠於呢個教授席嘅。而喺旺角東華東苑亦有一座鍾秦蘭鳳大樓添。而一直唔使驚，嫲嫲喺大廳嘅秦蘭鳳就喺2022年過身。佢最後將華夏置業嘅股份全部平均分晒俾3個仔，真係一位好媽媽嚟㗎。所以話鍾培生嘅人生勝利舞台係由佢阿嫲秦蘭鳳一步一步由長房手中贏翻嚟、守翻嚟㗎。富不過3代呢句說話喺鍾培生身上暫時未見到，因為佢阿嫲唔單止留低咗錢，仲留低咗一套心法，點樣喺亂局守住物業俾鍾家。所以鍾培生一直可以玩得咁開心，除咗佢識投胎，仲加埋有咁勁抽嘅阿嫲。今日鍾培生自我封盤娶政壇小花，佢除咗要多謝自己，多謝老婆，仲要多謝一個守住自己名分嘅嫲嫲。好啦，轉翻個窗爐先，你哋覺得呢場飛天求婚係真愛，定係只係一場精心策劃嘅豪門 show 呢？留言大家吹下水啦，喂！好，今日係咁先。如果你中意呢類富3代系列，記得訂閱俾個讚 ，share 俾朋友。下次你想我講邊個，記得留言話我知。我哋下次見，拜拜。